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立法院今年6月底通过的一般讲动法条例的华东地区发展条例，明年会正式实施。地方政府希望在轻短时间内逐到西部。花莲县政府11月底美团中央提出总经费260亿元的综合计划，不过照地方政府的规划，所谓的期间计划，如系大型建设主导的发展方向，民间陆续受讲，为长嫩摆的离岛建设条例也变做失败的案例。动法条例系嘛个，东埔人又爱嘛个呢？当主的花莲凤林百灵国小学生的对航路往松等传查，我送你传堂，也是全校师生当主的时传翻，线上提醒的学生要生意到位，莫固定教。我示范前先感谢天体窑的先生，凤林喺东埔客家太镇，不过人口结构老化，后生人使出去，百灵国小全校师生加起来还冇130人，当标准的小学校。因为学生的时候，当你当主是始终向下示范途径。今年9月的起始，花莲县实施50线特殊的方案，唔但抢有免费的营养午餐，连学费都唔是交，学生的读书还较安心。对，了下个营养午餐50钱，我着无下个环境系动好，我感觉安样人本我着无下动好动态的天数，还有了下个学费50钱，不过我着还系做得啲好高好细。了虽然是咩青苔树木，不过对花莲县嘅财政来讲是青苔嘅负担，也系要按要建造。太力了吃行，所以你个学生也这样做的，特殊示范50钱了哈。花莲县政府把债131亿元，渐渐的会到法庭的上限。天然县长傅坤奇是讲係打開縣政府的金庫，唔但搶無辦公員，還表等櫃台頭路欠債單，才有辦法行到全台灣千頭前。對今年9月的正式進入公費9年義務教育，也到前對內來呢，除了縣政府去甲中，用一日將通過的華東地區發展條例，沒開嘅一條路。那麼這次為什麼特別提這個條例啊？主要是大家覺得說，花東必須要有一個自己適合當地發展的一些做法，有特殊的這些地緣的背景、社經的背景、文化的背景，所以它需要有一個特別的條例來做依循，以有別於對於其他地區的一種建設發展。花東地區發展條例，東埔人簡單講係動法條例。立法院同今年6月的3讀通過全案13條的條例內容，還有一項改善花東交通運輸的附帶建議，按算10年變400億元，成立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對高鐵年開始執行。也每套離島建設條例過後，政府再個補出經濟建設預算和配局地區。花東發展條例的精神，其實是在彌補過去政府長期對花東的資源比較少，然後發展比較落後，所以他特別用這樣的這個條例能夠在這個方面多挹注一些資源，然後幫助這個地方有更長遠的這個發展。西埔也係用5台測學市來做核心的都市，帶動區域發展。我看一下東埔對產業發展到教育文化，顯然比西埔較弱。東埔民眾嘅當向嘅發展，我前做不下來嘅，按樣嘅發展要發展乜嘅呢？民間有人頭爭議。動法條例，你看從2讀到3讀，幾久嘅時間，有沒有辦過座談會？冇誒，安尼居民他唔啥起碼唔知動法條例係乜嘅東西，動法條例就老安尼就乜嘅關係，唔知。我們到底花東是需要怎麼樣的東西？可能還是我們只是做一個，就是純粹做觀光呢，還是要有什麼樣的，或者是我們在教育方面等等，真的是有那個需求這個部分。但是目前到為止沒有這樣的討論了。好，大概就是說我拿一筆錢來做個建設，然後地方的這邊大家都大大小小都可以分得到，那就好了。花
花东生态优势係觀光同農業，嘅兩項嘅發展基礎，源頭作為天然嘅景觀資源，發展嘅本身其實冇乜唔好。民間社會係政府喺從事土地嘅開發，係講前腳做得做當多事情。比太縣一般講嘅期間計劃，應該先培養東埔嘅人才，按呢張做得有效執行創態建建計劃。我就想講，馬街水橋留了500億用鐵，就是大型建設嘛。然後去馬街一間屋卡，我做什麼公共設施？啊，兩部分佢唔會啦，安尼人民的產業有關啦。然後就安尼客家部落，哈，安尼客家社區，哈，安尼當作產業唔啲喺度辦做，安尼到底講要應該有一部分的錢，應該來講安尼人才培育。民間認為花東唔需要硬體建設，東埔嘅大型幹沙太多誒，地方政府咪當生意，澄清東發條例，唔好搶做小工廠，也係硬體建設。好，我們其實盼望大家不要只看到或只想到說，是硬體的建設啦，這個工程的施作。好，其實呢，整個花東地區發展條例呢所期望的，好，其實是一個更高、更開闊的一個企圖心。不管是在教育的、在醫療的、在產業的，或者是我們的原住民的這些文化特色的，這些類別。對我們來講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甚至於地方最基礎的建設，但是我們不是用這個錢去鋪哪一條路啦，或者是做什麼水溝啦，完全不是這樣。我們要考慮的是整個長遠大架構底下的一些落實下來的整套的計劃。一般講嘅規劃計劃，建建費建設，中央會用計劃帶出預算。簡單來講，就係要先有計劃，再會有預算。我們將來的總體計劃不是只有大型的。大小型都在裡面，只是有計劃的預算，所以只要是對地方有幫助的，都成為計劃的內容。所以計劃沒有再分大型小型，所以它不是所謂旗艦計劃，旗艦計劃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能只有做旗艦計劃。唔過冇觀光招商，一場做嘅冇看到內容，對花東兩縣來講，大型開發案還係其中一個發展主題。比如講推動美麗灣、花蓮太魯閣劇場一道。地方政府認為有招商、有資金，怎麼有競爭力？台東環境這麼好啊，理論上應該最要有競爭力。為什麼企業不來？重點還是在企業來投資。企業來，不管投資在飯店，不管投資在相關的觀光休閒的服務的這個產業裡面啊，所以那個才是重點啊。那所以其實我們一直在努力的，就是簡單的講，就是招商嘛。最重要的呢，我們談到必須它是旗艦型的一個建設。當我投注了這樣一個經費以後呢，它能夠呢真正產生對我們的生活或者對我們的這個經濟的一個營收、產業的一個效益呢，能夠有具體的一個呈現。好，我們並不期望呢說把國家的經費投注在，例如說呢非常小的修水溝啊，修這個很小的這樣子的一個村里建設上面。今年講我做旗艦計劃，民間做當時嘅，唔啲那日將安江嘅花東美景，背部服務嚟建築推搶模。去年古就嘅像七星潭的事件吼，改變咧國有地賣海岸地區，吼冇因為本基地啊開發，唔過政府幫他解套，還好喺我就發現得早，把它阻止掉。不然啊，你漢拜哦，看省看會吼，他我們講到海角七號咩，山也 BOT， 海也 BOT， 啊，真的海就差一點要 BOT 掉了。規則東埔海岸線也除咗對利烏海橋到花蓮海，喺花蓮縣政府講呢，其他區域唔係太魯閣國家風景區，作為東埔海岸國家風景區來講，民間希望規則海岸線都交俾中央來講，因為請中央才有能力適合立場。啊，你縣政府看到那位的天，哈，佢感覺較強的，哈，總共有大財團入來，他們其實都得要求中央變更配合，這樣就較煩惱。一個比較好的方法就是保安林地到我們的街邊，好繼續讓中央來管，因為欣賞那片天哈，佢
好的顺道欣赏2公里厅。对海岸到三拿规则活动头摆最年出名的所在，民间们问，因为听动法条例，以像无乜嘅年出名来参加。不管书法、告书法改，或者是这个条例也好，我们原基法里面有规定说，应该是21还是22条里面就是说，经过原住民的地区的开发，需要取得原住民同意嘛。那这次过程都没有啊，蓝绿讲好就过了嘛。阿美族在花东的海岸生活的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其实都是他们部落的传统领域。那当然，部落在今天也会期待说，有没有一些大型的发展或者是招商的机会。那目前我们对于原住民的发展模式，都是请他们在里面表演一些歌舞啊，做一些风味餐啊，然后就说哇，谢谢你们这样子，然后你们带动很多观光的发展这样子。可是这个东西就是部落想要的吗？政府的发展计划，民间团体慢慢做清反对，加到建议东埔需要国际嘅农业同产业行销。最重要係，同發展嘅時間沒有確實同採體消費，安樣地方才有正經發展嘅機會，將有錢好賺。那我覺得政府應該先是把社區產業，農特產品這些培植得更好，然後要跟5星級飯店來簽這種那個合作的協議。非營利組織能在地區能多做一些什麼事情，他們可能會缺少一些經費。那如果這筆基金能做一些貸款，或者是一些貧窮小農或者是青年的一些創業貸款的話，協助在地的人在這個地方有一些生根的機會。那貸款本來就是一種永續型的模式嘛，錢總有天要還，那個基金可以永續常備的利用。民間希望永續同長期利用，唔係撈錢死搶搶。推動縣政府沒有上搶嘅看法，前顯明嘅案例係富港五港14億元康泰港奇案，這樣是行政院工廠費因為計劃有問題，執行有困難，推到轉移，縣政府也沒有新的想法原因。整個港區是不是有辦法重新規劃起來？也許我們現在的辦公大樓將來就蓋的就是一個委外來做一個經營一個飯店或者複合式的商場，那結合底下的觀光魚市，那這樣的開發的過程當中，也可以挹注一部分的經費到這裡來，然後把整個地方這個讓它明亮，重新這個活過來。那我覺得這樣的計劃就非常非常棒啊！對正面意義來看，因為動法條例，地方政府主要係管理景觀的發言基礎。照第7條規定，未來縣政府做得聽景觀管制條例，按樣觀光發展逐步會到反駁規範。我不是不讓你來投資，但是你的投資必須在我的規範的這個程度裡面。我們要訂台東縣的景觀自治條例。這個條例出來之後呢，它可以這個讓公權力運用在，比方說自然景觀資源特別好的地方，我們要去保護。你剛剛提到的東海岸，那就要明確的規範出來了。花東的未來啊，應該是國際性的。台灣的這些風景觀光遊憩市場在國外，不在國內，所以我們怎麼把自己準備好，做好行銷，來引進高品質國際的一個觀光進來，才是花東未來的一個真正的希望。最搶按天然的好山好水，東埔海岸網球魅力。地方政府希望透過動法條例來補足東西埔發展的所長，民間則希望針對人同採體社區來發展。無論看法係樣嘅，東埔人希望動法條例唔好像離島條例，建設的10年條例行係條例，發展行係唔地頭內。